耶和华，我捌求你，求你紧紧临到我。我求你的时，愿你按耳孔听我的声。愿我的祈祷亲像香摆列伫你的面前。愿我举起手，亲像会分时的祭司。请咱三甲来吟信息乌罗上帝，信息第83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咱要吟第1首、第2首、第6、第7首，请咱起立。向咱同心来祈祷。至圣永活的上帝，
阮今仔日伫圣殿，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圣囝诞生。感谢你赐下爱子伫阮的中间，是为着叫阮脱离罪恶，用真理来帮助阮行一生的路。阮时常伫生活中为着事业、家庭、学业着无闲时，拄着困难、失去信心时，你拢要毋捌离开阮，甚至阮犯罪，无去关心心内丧凶的人，自我的骄傲，看袂着别人的好，你拢静静地等待阮认错、悔改、赦免阮的过失。伫错误中，还是用上帝真理来找找好的方向，互阮明白体贴你的心意，甲你同心同行。我靠你得到你的安慰、鼓励，充满信心去面对眼前的困境，有对你遐来喜乐甲平安。全能的上帝，阮也为着阮所在的地方来祈祷，求上帝看顾怜悯阮。互政府官员真正是疼惜即块土地甲人民，努力伫经济、人民的生活、安定的社会，尽力来导谋好的政策，有仁爱、公义甲勇气，行伫上帝掌权中尊主为大。有较侪基督徒伫国会中来服侍，引广上帝，行伫光明的国度。伫国际上，互人看见咱的故乡台湾。主爱天父，伫圣诞的节期，每一个所在拢欢喜唱歌来学乐你。阮知你是教会的主，是圣诞的焦点，帮助阮伫节期的时，会当时时刻刻定根在你，甲你相结连，有主丰盛的同在。求主亲自温故牧者，加添你赏赐的智慧。能力、体力来帮助阮，带阮伫查经、灵修、祈祷的操练，来兴起相连教会，听上帝、听人宣告无用为导向的教会。恩典满满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有侪兄姐要来洗礼，成做你的儿女，有份伫即个大家庭，成做同心的兄姐，因伫团契小组的陪伴来明白你，伫聚会中分享上帝的疼，见证上帝伫因生命中的改变，互因体会你是独一的真神。愿互因厝内人甲朋友来看见因好的改变，认同即个信仰，也愿意进一步来明白你，成做新造的人。阮的祈祷无够野，阮要用主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条，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离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你讲人民平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再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31篇，伫圣诗后壁47页。我来启，恁来应。迄个是有痛苦的地，无搁再徛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
伊会国情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从今到永远。俄罗圣歌队要带咱来俄罗上帝，静默与欢声。圣诞的点钟是对基督出世以前就开始了。400年久，上帝点点无讲话，对先知马列基最后所传讲的话，到伫惊洗礼约翰的宣告，对旧约到新约的中间，伫遐无先知、无启示，也无甲伊的百姓有直接的沟通。到底是甚物款的上帝，竟然400年久对伊的百姓点点拢无出声？伊是对伊家己所讲的应允有信心的上帝。伊是一位注目伫细节，无爱互伊救赎的大计划，诚侪无完全的事的上帝。恁看，当上帝伫做工的时，伊常常伫点钟中伫做。伫迄点钟的400年中间，上帝是伫精心安排世间的处事舞台。重要的产物已经实现了，世界万国拢咧用圣经做根据来调整因的政策。历史中头一摆希伯来文先知所讲的话，受翻译做别种语言，就是当时的世界语言希腊文。安尼就当互万国万民及时认捌弥赛亚。伫遐有一个计划，加勒太书第4章第4节安尼讲：若是到迄个时已经满，上帝差遣伊的囝对何人人来出世的律法的。总是舞台的布幕，悠远看到上帝还佫点点无出声的时，伊的百姓却伫后叫伊来偷放因。上帝听到伊的百姓的嚎叫，亲像伊今仔日听到咱的嚎叫的声一样，伊就差遣一位拯救的伊的独生囝，一位救世主，就是主基督。当迄时，该撒阿古斯都有出召，命令天下拢做家教，众人去做家教，逐人倒去本城。约瑟的细系属于大卫的家，所以伫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去犹大，到大卫的城名叫庇灵的，要甲弥苏聘定的玛利亚三甲做家教。迄时玛利亚已经有身孕，因伫遐的时生产的期到，就生头上囝，用布包伊，互伊困伫槽呢，因为气管无所在通用稳因。伫迄地方有雇羊的住伫山呢，眠是周见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顾羊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你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卫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你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
然有侪天使，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学老上帝讲：伫极寒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顾羊的三甲讲：带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就紧紧去，找着玛利亚甲约瑟，佮看见婴仔困伫槽呢。
通过这位得困的救主，恬静的圣诞就真美妙受拍破了。一首新的歌诞生了，道成肉体来踮伫伊所创造的人的中间。伫迄暝，响亮的交响乐声，到伫今仔日，遥具响亮到通世间，就是迄位细细的婴儿君王啼哭的声，以及天顶规大阵的天使对暗暝的天边所发出婀娜的声。恬静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就是欢喜快乐的时刻咯。检采人类所写出来上美丽的圣诞字句，是出对先知以赛亚。伊毋捌看见弥赛亚，总是安尼写讲：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一个囝赏赐互咱。赏赐互咱，弥赛亚毋是受差遣来要拯救这个完全的人。伊毋是来拯救正直的人，
因为咱中间无一个人是正直的，是因为咱的破碎甲无完全，激动了上帝的心，是咱人欠缺，上帝伸手救咱，赏赐予咱。赏赐予摆卡的人，赏赐予遐个失去愿望的人，赏赐予遐个掠家己是受伤害的人，赏赐予劳苦拍拼，总是还久真歹过日的人，赏赐予一摆搁一摆拄着失败的人，赏赐予遐个心受伤害的人。赏赐予遐个因为过去的伤害，心神麻痹的人。不管咱有清楚也无，咱无一个人是无需要救助。咱拢是破碎的人，为着安尼，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一个囝赏赐予咱，为着咱生囝出世，为着咱伊降世。为着咱绿野生的心肝艰苦的，伊毋是来拯救完全的，伊知咱本是土份，伊若来，上帝将伊赏赐予咱。为着咱生囝出世，为着咱伊降世，为着咱绿野生的心肝艰苦的，伊毋是来拯救完全的，伊知咱本是土份，伊若来，上帝将伊赏赐予咱。无真后基督的人，人生袂得着圆满的人，为着上帝跋倒的人，上帝将伊赏赐咱，为着看家己无大名声，为败坏道路的领导者，要求无法度赢过因所缘分。主讲你，主讲你，为着咱生囝出世，公义打工人，受害百姓打地球，咱罪过伊承受。伊毋是来拯救完全的，咱的赎罪无够用。伊若来，上帝将伊赏赐予咱，为着咱，上帝将伊赏赐咱，为着咱。
弥赛亚，这位救主，担要拯救咱，亲像早时对伯利恒拯救伊的百姓一样，伊将伊的公义赏赐予咱。当咱着怎样去回应这款奇妙？却是咱袂堪得的礼物啊！咱袂通点点无出声，因为咱若点点无出声，连石头就拢要为着咱出来大声学落啦。所以咱着甲伟大的诗篇作者三甲大声讲：我的心神啊，你着学落耶和华。凡若伫我内面的，也着学落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落耶和华。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伊赦免你拢总的罪，医好你拢总的病，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免流，用好面祝你的心愿，互你福到少年，亲像鹰鸟。咱圣诞的点睛到这为止咯。全地拢中摇花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落伊。愿海甲其中所充满的，拢着出大声。世界甲点伫迄中间的，也着出大声。愿大水拍手掌，愿这的山伫摇花的面前出欢喜的声。全地拢中摇花出大声。快乐的
感动，愿一切荣耀归予天顶阿爸。现咱来讲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页，台语汉语本第1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经过是安尼。伊的母亲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了婚，但是伫成婚以前，玛利亚知影家己已经对信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为人正直，但阁毋愿意公开侮辱伊，却有意要秘密来解除婚约。伊当伫考虑这个事的时，主的天使伫梦中向伊显现讲，大卫的后代约瑟。毋免惊，做你娶玛利亚做妻子，因伊怀的孕是对信神来的。伊要生一个婴仔，你要甲伊号名叫耶稣，因为伊要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主照着先知所讲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约瑟一醒过来，就照着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去做，甲玛利亚成婚。但是伊要生囝以前，无甲伊同房。囡仔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耶稣。这是咱敬听的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上好礼物，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救主诞生的日子，咱三甲来庆祝，愿所有荣耀拢归乎真神上帝。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今早起，佮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圣殿中间，互阮甲你亲近。特别阮今早起要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阮，互阮每一个人才做一个有愿望的人，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你的恩典顶面，得到你所赏赐永远的活命。主，阮用感恩的心伫你的面前自执，也要强守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用恬静的心领受你的话过程中间。就得到你所赏赐一切恩典。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咱知影圣诞节是一个真适合赠送礼物，互咱亲朋好友的一个时间。咱会准备一寡礼物，赠送互咱的朋友，来表达咱的心意。同时也祝福因。咱知影咱每一人拢接受过礼物，也捌赠送过礼物。礼物的意思就是毋免用钱买，毋免用劳力去赚来，就是白白买互你的。所以咱无去送人礼物，甲人收钱的对无？无安尼嘛我记得我的两个囡仔，母亲甲母亲细汉的时阵，因知影我的生日到，因为着要表达因的心意所以会想要送我礼物。但是因细汉都无钱通买礼物所以拢会拿我请钱来我的面前拿我请钱，讲爸爸，你生日要到，拜托200块互我我去你买礼物来送。因仔做细汉我想讲既然有这心意我就银袋摕200块互因，因就去买礼物互我。但是我感觉心中感觉怪怪，我家己出钱互因去买礼物互我。所以后来因较大汉淡薄，我来因讲，母亲，礼物是毋免用钱买，毋是用劳力去赚，
所以礼物你来白白送我嘛，啊，所以吼，因两个就去参详吼，详详了拢送我一个红包吼，内底底几张纸吼，啊，这张纸吼，毋是无意义的哦，因这叫做兑换券，吼，你们有会兑换券无？吼，我看迄抽开第一张写讲捶背10分钟，吼，啊，第二张写讲哇洗碗一遍，吼。啊，所以吼，若我腰酸背痛的时阵，就讲母亲来，兑换券互你吼，捶背10分钟吼。啊，所以即个礼物就是我白白得到的吼，我无用钱去买，嘛无用劳力去赚，只是因为这囡仔听我，所以因白白将这礼物互我。啊，但是吼，咱知影送礼物是一件真快乐的事，但是有时阵吼，要去拣礼物吼，有的人真头痛。因为要拣到一个送人一个满意的礼物吼，有时阵爱用尽脑筋啦吼。啊，所以当然咱希望讲接到一个送互人一个真好、真合用的礼物，对方会真欢喜，咱嘛真快乐。啊，所以咱爱想安怎送好的礼物。一般来讲，要送一个礼物吼，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爱有价值。吼，咱送礼物就是爱送迄个有价值的物件嘛。有人讲啊，礼物是代表心意，哦，所以礼轻情意重，哦，所以价值无重要啊。但是吼，咱家己想看卖，你来送一个无价值的物件，咱家己都无爱的物件，安尼敢会当表达你的心意？就是你本身就无诚意嘛。所以咱送的礼物就是爱有价值，因为这价值吼，毋是价钱啊，吼，价值是对家己对对方拢有意义。甚至有人讲，咱要送人礼物吼，爱送到咱心会痛，心会艰苦，安尼才可以真正好的礼物。我会记得我要来双连护林进前吼，有一个人来看我，这是我真少年的时阵就照顾我，伫信用顶面照顾我的牧师孙宏定牧师，伊是我的牧师吼，我嘛是伊头我行洗礼，啊伊来看我。一方面替我祈祷，甲我祝福，互我有气力。另外伊也带一个礼物，哦，我收到迄个礼物，我有够感动的吼，我目屎用要忍落来，因为迄是真有价值的物件，就是伊将伊一个内骨带的品啊吼，内骨带品，吼，领带夹送互我，是一个旧的物件，我看迄可能伊用真久的物件，吼，可能对伊真有意义、真有价值，但是伊要祝福我。将这物件送互我，所以迄对我来讲有真大的意义啦。啊，所以迄个物件是爱有价值的，爱有意义的。第二项，这物件爱有路用。咱送这礼物对接受的人爱有路用嘛。有的人都无啥物头章，啊，你送伊一支纸，吼，啊，你对伊都无路用啊，吼。我会记住我伫台南新学院。咧做迄个宣教中心的主任的时阵，有一当迄个圣诞节吼，我的助理就讲哦，每一个一级主管拢爱捐一个迄个礼物吼，啊，互人摸彩吼，啊，我就等于我头痛，毋知要买啥物礼物吼，啊，因为有真侪人吼，过去捌送我内骨带，因为我做牧师大多数拢穿牧师服嘛，真少拍内骨带，我想讲，这内骨带真贵的，真好的吼。来捐出来，互人摸彩。啊，我牧师娘甲我提醒，我牧师娘比我聪明啦吼。伊讲吼，新学生有查甫啊查某吼，若万一查甫抽着，都可能真下用。但是，若女生抽着，女生拍内骨带的机会较少嘛。所以安尼伊就无适用吼。你送伊这礼物吼，伊留咧也毋对，来单调嘛毋对。所以这就是爱有路用啊。咱送这礼物爱，互人爱有路用。第三项就是上好的礼物吼，就是爱对这个人毋简单有路用，爱有好处。因为比如讲有一寡人送人礼物吼，可能伊有咧路用，但是无一定对伊有好处。比如讲咱过去吼，咱若出国转来，经过迄个免税商店，咱有时会买一条粉来送啥物人。送粉吼，当然有的人真爱食粉，但是咱送即个物件，互伊对伊的身体。无啥好势，所以无好处，吼。所以咱送物件，互人即摆拢强调爱送迄个健康的
食物，还是讲健康的用品，互伊接受即个礼物，毋干那好用，佮对伊有好处。啊，最后一项，就是送礼物吼，爱适合啊，爱适合人吼。就讲爱适合伊用，啊，互伊用了真好。我记我有一遍吼，拄着阮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我看伊即个身躯插一支笔，哦，足水的吼。我讲哦，你即支笔真水，伊讲迄因阿嬷送伊的吼。我讲啊，你靠，你阿嬷开送你即支笔？伊讲吼，到中央节个时阵吼，里长吼送伊即支笔啊，啊，因阿嬷要100岁啊。啊，讲伊阿嬷讲，啊，这里长讲送我一支笔，叫我写字啊吼。吼，过来10档无写字啊，佮即摆咧叫我写字吼，所以将即支笔送互阮即个同学。所以咱送即个物件爱适合伊用啦，吼。啊，所以咱就知影要敬礼物爱有价值，爱有路用，爱有好处，爱适合即个人。咱知圣诞节，上帝要赠送咱一个上介好的礼物，听的礼物。圣诞节咧讲的，就是一个上帝赐了一个上介好听的礼物，互咱的故事。咱拢会记即段经文，吼，即段经文吼，这是约翰3章16节，吼，咱爱来背起来。伊讲，因为我感觉即段圣经节是圣经中间上介重要的一段圣经节。讲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赐互因，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这圣经中间上介重要的一段经文。伊讲上帝听咱，独生囝救主耶稣赏赐互咱，要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这是上介好的礼物，因为这个礼物的价值非常非常悬。上帝互咱这个礼物是付出足大足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咱中间做人父母的，咱疼咱的囝吼，疼命命对无？我记住我当两个囡仔出世的时阵，我甲无孙娘拢真疼惜因。啊，这所有的父母拢安尼啊。半暝的时阵，若像最近的天气较寒，半暝的时阵嘛爱起来看因家被无。热天的时阵爱入去房间巡看有一只蚊仔要来叮无。啊，迄一只蚊仔会叮着，咱拢感觉做毋甘的对无？因为咱疼即个囡仔。上帝疼咱到安尼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为着要救赎有罪的人。所以上帝付出足大足大的代价，伊牺牲家己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互咱所有的罪人。所以这个礼物的价值非常非常悬，因为伊是付出足大的代价所换来。第二项，这价值是有路用的，要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咱知影，咱人类上界惊吓就是灭亡嘛，是咱人上界大的威胁。因为咱知影，若灭亡，就一切拢无去啊。但是咱人有罪嘛，圣经内讲，罪的代价就是啥物货？就是死。所以罪会引起灭亡嘛，咱无法度得赦。那上帝要咱论罪，咱无一个人会当得赦。但是因为上帝听缘故，所以伊赠送咱这礼物，帮助咱脱离灭亡的威胁。所以对咱来讲，有真大的路用。毋简单安尼，伊好处非常大。伊毋是毋简单，无要互咱灭亡，伊要互咱一个足大足宝贵的礼物，就是互咱得到永远活。咱伫历史中间看见着，如果若拍开心门，接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心的人，生命拢得到改变，拢对一个无愿望的人，成做一个有愿望的人。拄则圣歌队咧吟的诗歌，牧师非常感动。我甚至听到了无使，上帝毋是为着完全人来。上帝是为着遐有欠缺、软弱的、失丧的人来到世间。
为着要互咱无地到灭亡，要互咱得到永远活的活命。这是上帝要赏赐咱上界好的礼物，而且这礼物是安怎？是适合所有的人。礼物是适合所有的人，来自上帝听的礼物。即款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拢会当接受伊。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囡仔，无论咱的社会阶级安怎，咱是丧养也是妇孺，这礼物拢是准备互你的。上帝将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当作礼物赠送互咱，是上界好、上界水的礼物。所以，咱对即款上帝赠送的礼物，咱来了解伊的内涵。牧师要通过咱对耶稣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书第1章，做伙来思考，透过耶稣的名，做伙来思考伊带予咱的意义，以及咱爱安怎去回应。那么透过伊的名来思考这礼物伊的内涵。第一项，咱看起来对耶稣读的圣经在讲，上帝来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耶稣这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叫做约书亚，两个意思拢相共，就是上帝是拯救。耶稣来到世间，就亲像伊的名相共，伊是要互所有的百姓对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伫世间？就是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来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救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真大真大的恩典。咱知影伫旧约时代吼，一个人若有罪，罪的人爱来受刑罚，因为伊惊受处罚，所以伊就爱去选一只无瑕疵的羊羔来牵到迄个祭坛头前，然后将家己的手伸出来压掉即个羊的角，咱亲像将家己的罪恶来灌入去即只无罪羊顶面，然后伊感觉伊将伊所有的罪拢灌压伫即个羊顶面了，这时才将即只羊来杀为老火，即只羊代替即个人的罪来死，咱叫做代罪羔羊。即只羊原本底是甲伊即个人的罪无关系，但是伊替即个人代替伊的罪。耶稣基督嘛是用即款的方式来拯救咱。伊甘愿来到世间成做人，而且为着人的罪的缘故牺牲，被钉伫十字架顶，做咱的代罪羔羊。伊无罪，伊是为着满足上帝公义来死。因为所有的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所有的罪必须要被处罚。耶稣承担咱的罪，满足上帝的公义，同时也成全上帝对人的疼痛。所以，咱爱对即款的疼有一个回应，就是咱爱相信耶稣，的确会当得到救。咱爱明白，咱得到拯救唯一的方式，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因，叫一切信伊的无得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咱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当得到这个礼物。我记得我有一遍去探访一个破病的长辈，伊的查某囝爱我去探访伊，而且对伊讲上帝的真理。我就用一段时间甲伊分享上帝安怎透过耶稣基督要带予伊的祝福。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接受洗礼，承认家己的罪，接受洗礼，就当得到救。我来讲的时阵，我们的这长辈已经破病甲真严重，但是我来讲的时阵，目睭贴啊紧紧紧，咧听我对伊讲，开始要接受，但是心中有丢丢。我就问伊讲，你有要上？你听了这道理了，你有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无？你只要承认你的罪，信靠耶稣基督，你能得到这个礼物。
但是伊个丢毒吼，拢叫伊个查某囝伫个耳孔边仔来讲几句话，伊歹势互我听着，叫伊查某囝着讲，阮爸爸讲吼，若要受洗咧，爱偌济钱啊？哦，原来咧烦恼这啊！我来讲吼，互你送，咱接受即个稳定吼，迄个价钱足悬，无人付会起啊！但是上帝替你付清去，上帝透过伊耶稣基督替你付清楚，所以你只要信，就当得到救。讲到遐尼简单呢？我讲吼，上帝将迄个对咱绝对重要的物件，拢互咱足简单得到。譬如讲，你若要去买船只，吼，船只价钱足悬嘛，爱趁足侪钱，才能去买了。但是你若无船只，你袂死嘛。但是你若无空气，无空气几分钟就死啊，对无？咱中间有人去买空气的，哦，除了足特殊的病人，较爱买空气。咱所有的人，上帝将这会当供应咱活命的空气，免费互咱，用上简单的方式，你只要呼吸就会使。相反，上帝要将永远的活命互咱，伊用上简单的方式，只要你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接受伊，成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能得到这个礼物。所以咱就爱信耶稣，才会当得到拯救。亲像今仔日有几位兄弟姊妹，因要伫人甲上帝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做因生命的救主，这是上界宝贵，也是送互家己上界好圣诞的礼物。第二项，咱来看，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讲，的确有在小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伫历史上，咱伫圣经中间，咱嘛无看见着有人称耶稣叫以马内利啦。但是耶稣是用伊的生命表明，伊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咱真实去感受到上帝甲咱同在，上帝活活出现伫世间人的面前。咱若看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1节、14节到18节，讲啊真清楚。伊讲太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这个道成做肉体，踮伫咱中间。耶稣基督本来是上帝，但是伊成做肉体，除了人的形象，住伫咱的中间。所以18节做一个结论讲，将来无人看见上帝，只有伫被怀中的迄个独生囝耶稣基督将伊表明出来。所以无人看见上帝，毋知上帝的性质是安怎，毋知上帝本性甲作为是安怎。但是咱透过耶稣基督成做人，互咱清清楚楚了解上帝甲咱三甲二地，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爱搁较谦卑去体验上帝同在。有人讲，我拢无感受到上帝甲我同在啊？为什么？咱对咱人的关系中间的了解，咱做囡仔的时阵吼，咱时常爱来甲爸母做伙嘛，吼，爱来师奶，爱甲伊亲近，吼，咱就感受到爸母甲咱同在对。但是咱若渐渐长大，吼，人到国中啊、青春期的时阵、高中的时阵、叛逆期的时阵，咱就较袂爱甲咱的爸母做伙。袂爱甲咱爸母斗阵，咱就感觉讲，因为咱想要长大，想要家己做主啦。咱一个人若想要长大，家己做主的时阵，伊就无爱亲近爸母。相反，咱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的小共，咱若家己凡事家己要做主啦，骄傲起来，咱就无法度体验到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学习就是亲像细囝相款，谦卑，会当去体验到上帝甲咱同在。诗篇91篇15节讲，伊若求叫我，我就应允伊。伊伫急难中间，我要甲伊同在，我要救伊，互伊尊贵。这是第二项，最后一项，咱常常将耶稣甲基督斗做伙。
啥货是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伊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原本的是受抹油的，受膏抹者。伊有两种意义，就是即伫抹油的过程中间，代表受权甲切恳。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上帝所授权甲切恳来使者。伫以色列传统中间，每一个做君王的爱受抹油，表示伊的权柄是来自上帝，而且受上帝切恳来掌权。伫犹太人历史中间，因为因经历真侪困苦甲患难，所以特别因的国家被消灭了，因产生一种对弥赛亚的仰望。因期待上帝会当差遣一个有权柄的，是上帝所差派来，会当为因带来拯救。所以伊一直仰望有一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毋是要做政治上的弥赛亚，毋是要帮助因去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伊是要做所有的人心灵上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救世弥赛亚，有的人将伊解说做救世主，是因为因期待有一个会当救因脱离迄个痛苦的王出现。耶稣基督来是要互咱脱离咱心灵上的痛苦，互咱真真正正佮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称耶稣做基督，是表明咱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信仰告白。恁称我做蔡正德牧师对无？意思蔡正德是名。牧师是我的头衔，是我的职称，意思蔡正德牧师就是讲蔡正德是牧师。当咱讲耶稣基督的时阵，耶稣是名，基督是伊的头衔，意思是咱承认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救君王，是咱的救世主。当咱每一项拢做即款的告别的时阵，咱就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真真正正的王。那安尼，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差派来，要互世间人得到上帝所赏赐永远活命的恩典的迄一位。当咱有即款意识的时阵，咱已经接受即个上介好的礼物，咱应该爱将即个上介好的礼物分享出去，互世间人拢因为伊认捌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伫圣诞这个节期中间，牧师期待每一个双连教会兄弟姊妹，咱拢成做一个送礼物的人，咱让将这个世间上介好、上介宝贵的礼物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也甲咱相款得到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送互阮即个遮尔好的礼物，互阮对无仰望的人，成做一个有仰望的人。主，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同时阮也承认耶稣成做基督，就是伊是拯救阮性命的。求主赐福保守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领受者会得到快乐，也当将即个上介好的礼物分享出去，来荣光你，来祝福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来吟圣诗，回应上帝听。圣诗275首，最好朋友就是耶稣。请咱起立。
咱煞接要用奉献来继续咱的礼拜。请咱若你外口也未填写留名单的新的朋友，请你伫咱座位前有留名单的卡，请咱填写交互收奉献的指示，互阮会当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你。请咱起立。亲爱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一切真清用。阮只有用淡薄的金钱、全人的时间、才能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阮所献。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门。这时咱要来行圣礼典，我有几样代志要报告。咱伫行圣礼典的时阵，请咱
亲友莫出来翕相吼，咱有翕相的同工，搁咱有录影伫个。若要赠送花，请咱伫礼拜结束了后再来献花，多谢。咱即时请蔡牧师来主理。今天信礼跟信仰告白一起做，来一起做。绿点手，他们站在后面一起做。来，再向前一点，好，再向前，来半步。咱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也袂就天的特性有安尼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咱看见着圣经，伫使徒行传记载讲，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守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若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彼得一时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去受洗礼。当牧师也要对恁中间的人安尼讲：恁着深信，如果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名内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
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咱中间也有细汉的领受洗礼，或者是伫外教派领受洗礼。咱今仔日也尝试要伫遮过一遍，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做坚信礼。所以，咱即个时阵，恁要领受即个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个时阵，咱要来行洗礼，会众请起立。人人安甘，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请牧师讲阿门的时阵，大家做伙用阿门来回应。桂阿华，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江素芬，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黄明明，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卢美丽，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老慧仪，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徐龙香，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张佳琪，张家珍，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邱玉玲，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黄宇文，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邱丽雅，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温婷怡，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王珊妮，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王水秋贤，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王一平，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王慧明，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王祥伟，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父子圣神的名。阿门。
陈贵明，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周明国，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郭宏豪，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曾伟恩，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熊主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王品修，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圣，佮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受洗礼来告别恁的信仰，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相连教会小会员名，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你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主，阮愿你祝福因，用你的圣神降落伫因顶面，将你的恩典赏赐因，互因会当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求主保护因，互因的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亲爱的主，求你互阮逐人通过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会更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阮对离开你的道路。你教阮亏欠领受洗礼恩惠，求你互阮会当完全反悔，带阮倒转归伫你，对答了后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咱即个时阵要来请咱在座的牧师甲长老来握手，来接纳受洗礼者。
向后转向后转牧师来介绍咱今仔日所有这受洗礼、甲虔信礼、甲信仰告别的兄弟姊妹牧师报着你的名请你挥挥手互大家明白你咱先来介绍信仰告别，就是对外教派转来咱的教会叫林世平姐妹，世平。毋知到伊的亲人到伫咱的中间，世平的亲人伫顶面咱做伙拍拍好，蔡雨恩姐妹，雨恩伊的亲人请起立亲人来起立，互咱知影好，欢迎。林素文姐妹，伊的亲人请起立来，咱有蓝希博弟兄，伊的亲人来起来，互咱明白一下高彦斌弟兄，甲伊的亲人，欢迎。咱来看虔信礼，就是细汉时捌经过小日洗礼咱有4位。王胜怀姐妹，咱会走他的亲人到伫咱的中间。牧师来介绍你若是伊的亲人亲戚朋友，咱起立大家做伙来拍鼓好，那个邵月生弟兄，来，欢迎欢迎。邵牧民弟兄，而且邵月生是姐妹啦牧师介绍唔对好，洪伟成弟兄，来，咱来看这个圣灵洗礼连林安甘姊妹伊的亲人欢迎。郭阿华，江素芬。咱前后排换黄明明、吕美丽、刘慧仪、徐荣香、张家珍、邱玉玲、黄宇文、邱丽雅、温婷怡、王珊妮，珊妮举手。好，王水秋贤。王怡平、王慧明、王祥伟、沈桂明、周明国、郭宏豪、曾伟恩、熊祖义、黄品修，感谢兄弟。咱教会有一个礼物要赠送给伊，甲证书。魏明。杨伟，小熊，好，主意，李修，来，你们往交换，好交换。
者哈。你呀，文，玉玲，家珍，香，没有，哦，信仰告白没有。谢谢你哈，来，身怀，月生，伟成在这边。好，我们鼓掌哈，让泡泡啊来荣誉，中国祝福好恭喜。好，请回座哈，请回座。好，请回座。啊，咱这个时刻，我们要进行小礼洗礼。咱请要小礼洗礼，这个囡仔的爸母，阮将囡仔带来头前。咱这是要进行小礼洗礼。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蒙恩。学生接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救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我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也未明白这个事，抑故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会好的。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查某囝，互因归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这时阵所有这细囝的爸母，恁带细囝。恁的细囝要来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告别恁的信仰，诚实回答牧师所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教示恁的细囝，着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即个约。这时阵要进行小礼洗礼，会众请起立。等下牧师带因洗礼的时阵，牧师用阿门的时阵，大家用阿门来回应，因为代表咱对这细囝拢有责任。陈木山，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陈彦成，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
因为了，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陈静源，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吴炫凯，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林凯峰，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赖因师，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王家琪，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被传会员来有份伫新的约的恩典。把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也分摊责任来培养伊，直到因领受建信的。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愿恳求你来保守看顾这个细囝，因带保守看顾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若加天，上帝甲人若听伊。阮恳求你将天顶的恩典丰丰富富赏赐因，因带因通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叫因脱离少年的有隙，到时互因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也会坚持到落尾。亲爱的主，你的圣囝伫拿撒勒捌有份伫属伫世间的家庭生活。愿求你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囝仔要照顾因的人，有智慧甲温柔，互因伫你的厅内面来成长。愿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请向后转。好，咱来介绍。咱先来介绍建国甲雅琪的细囝木山爸爸妈妈挥挥手好不好？甲因的新人拢起来远程的爸爸妈妈志豪甲珊妮甲因的新人。维乐爸爸念安甲亚芳静源的爸爸妈妈君豪甲丽雅甲因新人。炫凯的爸爸妈妈子仁甲静心银溪的爸爸妈妈张辉甲宇恩海丰的爸爸妈妈静佑甲莹颖以及佳琪的爸爸妈妈慧明甲王水修贤准备进语数小朋友不会教的。真的啦？以前有接纳吗？小朋友有接纳。恭喜！
咱拍拍来，恭喜！咱中间阁有一位是陈慧茹姐妹哈，伊是中乐会专责咱分会，咱请伊起立，咱拍拍来欢迎。我即时来报告，请咱分区咱的州部第6营，本主题为圣诞节，点导白色的蜡烛代表耶稣，互咱以欢喜甲感谢的心来欢庆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并因着主耶稣基督赐予咱的真平安甲真自由。互咱活得真有，阁有信心甲愿望，诚做世上的光甲盐，为主做见证。本主题第3场礼拜中，感谢陈玉芬总监指挥圣歌队演唱圣诞清唱剧《静默与欢声》，愿上帝赐予因的福赐。咱来看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高文浩弟兄。就是咱高正碧双姐妹囝，伫12月2日安享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恭喜本会会友王义群，是咱王国龙长老的囝，李明伟伉俪，伫12月2日喜获麟儿，愿上帝赐福新生儿甲全家。第5点，岁末的感恩祈祷会。咱12月31日是咱本礼拜六暗时7点半，伫咱的10楼礼拜堂，要敬拜俄罗祈祷岁末感恩，欢迎所有会友踊跃来参加。总务消息报告，伫咱本年度各项的奉献，将要伫12月31日截止，愿兄姐注意并把握今年2016年的奉献的机会。第7点，就任式，咱定伫2017年1月1号下主日第3场礼拜中要举行任职者就任式，愿各委员会信徒委员、各团体的同工、区长、小组长、小家长保留时间来参加。请咱先开第8页。英文牧区的时间，英文牧区伫12月28拜3暗7点半伫7楼礼拜堂，要举行为无辜孩童的礼拜，纪念当年耶稣基督降生时无辜被希律王杀害的婴孩，也同时关注今日搁活伫苦难中、缺乏中的孩童。会中将邀请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的同工，要来分享全地各地需要帮助的孩童，请咱伫暗时6点半礼拜前备有餐点，欢迎兄姐踊跃参加。搁一项报告就是咱圣诞糕，数量有限吼，咱若昨摕到，也是已经摕到圣诞糕的兄姐，请咱今仔日毋通摕，咱老户也袂摕兄姐，互因来斗阵享受上帝小叔叔的平安。咱的礼拜拢是甲定额了后，才是一个完整的礼拜，所以咱若伫定额也袂结束的进程，请咱毋通离开，请咱继续坐伫。咱请蔡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接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于小婷小姐，于小婷，好，来欢迎你，好，欢迎。遮有陈尚伟甲李文怀，
陈尚伟甲李文怀，好，好，还有朱华碧、律师哈，后壁哈，还有吴素英小姐哈，吴素英就这样，好欢迎，还有郭胜美小姐，好欢迎。请等下，欢迎大家等下结束了，会当去到贵宾室的所在，互阮进一步来介绍教会。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阮伫今仔日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伫阮的中间。主，阮透过今日的敬拜，领受你的祝福保守。求主你怜悯看顾阮中间心神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赏赐阮气力，互阮得到复原的能力，也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互阮充满主的气力，为主做见证。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请咱来吟上言509首，乌鲁提白万福本源，请起立。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热岛社温享受切客。